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2月初10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创世纪15章第1节到18节，马太福音12章33节到3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手结果。这礼拜是大港节第2个主日，是信心甲愿望。伫大港节这个期间，咱拢咧期待着上帝的救恩应允实现。咱看见过去受领的以色列人愿望着有一日会当会归回。伫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为受着奴隶失去自由，因就愿望会当来离开埃及法老王的统治。雅各的囝约瑟愿望着上帝的保守临到，互伊会当脱离各种陷害甲苦难。亚伯拉罕伊无囝，伊愿望会当亲像上帝的应允同款，会当成做一个大国。但是上帝亲自甲亚伯拉罕应允的，伊好若亲像无介相信啦，半信半疑安尼。咱看见伫创世纪15章第1节到18节，上帝甲亚伯拉罕所讲的话。这个代志以后，上帝伫异象中间对亚伯拉罕讲。亚伯拉罕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保护者，我会互你丰富的保守。亚伯拉罕讲：至权的上主，你要互我什么？我一直无囝，要继承我财产的是大马士革以利以下。亚伯拉罕佮讲：你无互我后嗣出世伫我家内仆人，会当继承我的财产。上主对伊讲：你的继承人毋是这个人，你亲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上主就带伊去到伫外面，讲：你看天，算遐个星，你兼算会了。你的后代嘛会亲像安尼。亚伯拉罕信上主，上主就甲伊算做义。上主佮对伊讲：我是上主，我带你离开巴比伦的5年城，是要将这个地赏赐你做产业。亚伯拉罕讲：至源的上主，我要安怎知看会出这个地是做产业？上主甲伊讲：你去掠一只3岁的牛母，甲一只3岁山羊母。一只3岁的绵羊港，甲一只邦甲，你一只粉鸟囝来，伊就去掠遐个动物来，逐只对中来破做2边3排队，只有鸟无破开，有秃头鹰飞来，停伫精生的尸体顶面。亚伯拉罕甲因赶走，日要落的时，亚伯拉罕困当眠。忽然有互人惊吓的大乌暗搭伊。上主对亚伯拉罕讲：你一定要知，你的后代会寄居伫别人的地，伫遐做遐的人的奴隶，受苦400年。欺压因的国家，我会甲伊审判。后来，伊会恁会带真济的财物来对遐出来。你会食长岁寿，互人安葬，平平安安返去你祖先遐。到第4代，因会倒来遮，因为阿摩利族的罪还未完满。日落天暗，忽然间出现的炉，甲跌倒的火把，对遐的
破冰的目的中间经过。迄日，上主甲亚伯拉罕立约讲：我要将对埃及的边界到幼发拉底河这个地，赏赐互你的后代。咱知影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应允是半信半疑，伊佮问上帝讲：你是安怎知我一定会得到这片的土地？其实基督徒定定嘛安尼，敢毋是？咱真有可能拄着灾难的时阵来怀疑上帝，真济的困境的中间，咱嘛怀疑。但是千万毋通袂记住，信心需要是活出来。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有好的行为来表现出来。也好，那亲像耶稣基督在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的时阵，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。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马太福音12章33节到37节记载着耶稣基督的譬喻：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对所结的果子，行山树会好歹。恁这会独泉，恁本地是歹，要哪会讲好话？因为心内充满什么，喙就讲什么。好人对所积聚的好发出好，歹人对所积聚的歹发出歹。我甲恁讲，人所讲一切的闲话，伫审判的日，逐句拢着负责。因为上帝必用你的话来判你无罪，嘛要用你的话来判你有罪。信心亲像果子共款，就是咧展现树的内涵。因为信心需要活出生命的见证，来见证一个人生命的优还是无好。诗篇21篇。上主啊，王会因为你互伊的快乐欢喜，会因为你互伊胜利非常快乐。伊的心意爱的，你已经互伊；伊的嘴所求的，你拢有应答。因为你用大福气在迎接伊，用纯金的王冠戴伫伊的头壳。伊对你求活命，你有互伊。互伊会血寿长长久久，伊因为你互伊胜利得到大荣光，你将尊贵甲威严赏赐互伊，你互伊有大快乐到永远，互伊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因为王倚靠上主，佮因为至权上帝的慈爱，伊的王位永远稳固。王的手会掠着一切的对敌，伊的正手会掠着所有怨恨伊的人。伊一个出现会亲像炎热的火炉，甲因烧灭。上帝啊，你一个出现要伫大受气中间，甲因吞落去，要用火甲因烧灭。因的子孙会对地上消灭，因的后代会对人的中间来消失。因要用阴谋陷害王，毋过因的计谋未成功。你要互因活身逃走，要开弓来射因。上主啊，起来显示你的快乐，我要吟诗称赞你的大权能。感谢主，你赏赐阮恩典，互阮因为相信会通得到救恩的保守。求主帮助阮会通活出生命见证，见证阮是属主的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